Juice，快啲啊嚟！請介紹一下你自己。Hello， 我係阿 Jet， 我係嚟自Soundwave Audio Limited， 我係負責產品嘅同事嚟嘅。OXS 係個咩牌子？大家所知嘅 OXS 其實係嚟自美國嘅。咁本身咧，佢哋嘅創始人啦，其實都喺業界一啲比較出名嘅公司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年嘅產品研發。咁然之後佢哋先再出嚟開咗 OXS 呢個牌子嘅。咁本身咧，佢哋都係想出一啲叫做性價比高啲啦，同埋係比較革新嘅產品俾大家嘅。有咩主要產品？而家 OXS 嘅產品啦，主要都係 soundbar 嘅方向為主啦。大家可能聽過或者見過嘅產品啦，或者佢哋叫做比較出名啲嘅產品咧，就包括我手頭上而家隔離呢款 S5啦，下面最新出嘅 S21 soundbar，同埋可能大家有見過專貨打機會有 RGB 燈嘅Thunder Pro Plus 嘅 soundbar 產品嘅。呢3款 soundbar 有咩分別啊？好，咁首先啦，嗰3個型號嘅 soundbar咧，其實大細都有分別嘅。如果你話好似呢度咁樣，你有一部55寸電視嘅，咁配翻 S5呢啲咁嘅大型 soundbar，咁就最好不過啦。因為咧，佢首先佢嘅底部咧係有個超低音，之餘佢仲有個天空聲道嘅。咁如果你擺喺廳咧就 fit 晒啦。咁但係如果可能你係配合一啲電腦啦，或者甚或乎係一個桌面嘅狀況去使用嘅話咧，咁可能係 S21咧會係比較適合嘅，因為其實講緊佢同一個21寸 mon 嘅橫度係差唔多啦。咁另外咧，佢係一個獨立嘅超低音，咁條走線咧亦都相當之長嘅。咁其實你可以擺喺一個適合自己嘅位置或者方便自己嘅位置都可以用到嘅。咁最後咧，講到 Thunder Pro Plus 嘅話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後置嘅頸枕喺度。咁佢最多咧都係俾一個叫做個人嘅使用啦，因為呢個係一個自試玩嘅一個 soundbar 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本身係想同屋企人去 share 呢個 soundbar 嘅體驗嘅話，咁可能係 S5或者 S21會比較適合啲啦。除咗睇戲，打機啱唔啱用？其實咧，如果打機嘅話啦，咁通常可能大家都會有兩個情況啦。第一個可能係一啲 console、PS5 啊、Xbox 嗰類，或者甚至乎 Switch 嘅，咁可能駁翻電視去用啦。咁呢個時候咧，其實 S5或者甚或乎係 S21細啲嘅空間嘅話，其實都可以幫到大家手嘅，因為大家都係駁翻個大電視去打機啦。咁如果你話本身隻 game even 係有呢個 Dolby Atmos 嘅功能嘅話咧，S5咧佢本身內置到係可以食到呢個 Dolby Atmos， 咁就可以好容易玩到呢個天空聲效嘅。咁如果你話係一啲 desktop 啦、一啲桌上電腦 gaming PC 嘅一啲方向嘅話咧，反而咧 Thunder Pro Plus 同埋 S21會比較適合啲嘅。咁我講咗2次 S21啦，其實 S21咧就係呢一款有一個獨立嘅 subwoofer 一個設計，咁變相咧如果係一啲追求低音嘅用家啦，其實都非常之適合㗎。咁去到 Thunder Pro Plus 咧，其實最大嘅特點咧，佢除咗係有一個 RGB 嘅電競燈之外咧，其實咧佢係有一個頭枕同埋 support 呢個Dolby Atmos 嘅功能嘅。咁如果你係自己一個人打機嘅話，好似話譬如你打一啲槍 game 啊，或者甚或乎係一啲LOL 嗰類嘅 game 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玩到一個後置環繞嘅聲效，加埋呢個天空聲道嘅話，其實絕對可以俾到你一個沉浸嘅體驗嘅。可唔可以連接手機聽歌？其實3款嘅產品啦都可以連接手機聽歌㗎。咁最簡單嘅方法咧，就絕對喺佢嘅前面嘅面板啦，甚或乎喺佢嘅 remote control 上面咧，揀翻藍牙嘅 input， 咁用手機藍牙就可以接駁到嘅。咁當然啦，如果你係對音質係有多少要求嘅話咧，咁可能可以考慮翻呢個3.5嘅 output， 配合一啲發燒啲嘅 USB dongle 產品咧，咁亦都可以聽到啲靚聲效果嘅。有冇優惠啊？咁譬如我手上呢款啦，S5嘅soundbar，咁其實你想喺屋企裏面有一個影音級嘅效果咧，其實你而家只需要1580，咁就平咗足足4-5嚿水咧，咁就可以帶佢翻屋企嘅。咁另外近期大熱嘅 S21更加誇張，早鳥價999蚊，你就可以將一條1200蚊嘅soundbar攞翻屋企啦。而家開始去到10月31號咧，咁大家可以嚟到灣仔 DMA 咧去試呢個 OXS 嘅 S5啦，同埋 S21嘅效果嘅。咁如果大家未試過呢個 Atmos 嘅效果，或者甚或乎屋企係未試過有一個超低音嘅，咁可以嚟呢度試試㗎。